你平時有冇諗過點解有啲男人明明能力好強，賺錢好多，但娶咗個老婆之後反而傾家多產，而有啲男人跌到人生谷底，換咗個老婆反而可以東山再起，翻轉命運？呢個問題，我既然喺港圈睇咗幾十年，見過太多活生生嘅例子，今日就同你講一個最經典嘅鍾振多阿 B。我既然喺港圈行咗大半世，睇過幾多人來人往，乜嘢大風大浪未見過。當年溫拿五虎嘅阿 B 鍾振多，人靚仔又識唱歌，紅遍東南亞，賺錢賺到數唔晒。佢同冚姐倫、陳友彭、健新、姚志瓊組成溫拿樂隊嗰陣時，佢哋紅到去台灣、去星馬、去日本，巡迴演唱會一場接一場，唱片賣到斷市。阿 B 嘅收入係用千萬計嘅。1988年佢同張小偉搞咗場世紀婚禮，花咗幾百萬，全香港都鼓舞佢哋嗰陣嘅阿 B， 以為自己娶到咗命運仙女，點知呢段婚姻卻係佢人生噩夢嘅開始。佢由一個萬人迷嘅巨星，一步一步行向破產嘅新聞，呢個過程真係睇到人心都寒埋。張小偉係乜嘢人？佢出身名門，努力喺加拿大做中文電視台生意，阿媽都係大家病手。佢細個就係喺錦衣玉食入面大，對物質嘅追求係由細浸到大嘅。佢同阿 B 結婚嗰陣係1988年，婚禮搞到有幾大？300萬港紙，嗰個年代嘅300萬夠買幾層樓㗎？你諗下，1988年。香港嘅樓價300萬可以買到何文田或者九龍塘嘅一間豪宅，但阿 B 用呢300萬搞咗一場婚禮，佢件婚紗揾戴安娜王妃嘅御用設計師訂做，婚禮場面豪華到連報紙都頭版報道，電視台仲派隊採訪，全香港都見證住呢場世紀婚禮。阿 B 當時真係威到盡，覺得自己娶到個完美嘅女人。覺得自己嘅人生已經到達咗高峰，但問題就出喺呢度。真正敗家嘅女人，第一件事就係對金錢同光芒冇節制，把男人當成無限量嘅提款機。張小偉最出名嘅一句話就係：飯可以唔食，衫唔可以唔買，名牌衣服同鞋子成箱買翻屋企，好多穿一次又應佢買衫，唔係一件件買。係成個系列，所有顏色全部買晒，鞋櫃入面有上千對鞋，衫褲多到要租多間房嚟擺。阿 B 每個月俾佢3萬蚊零用錢，再加一張無限額嘅副卡都唔夠佢使。3萬蚊喺80年代末係一個普通白領幾個月嘅人工，但對張小偉嚟講只係一個禮拜嘅使費。佢去一次中環置地廣場就可以拆10幾萬。你可能會話阿 B 當年咁紅，揾到咁多錢由得老婆使啫。但你要知道，一個人嘅國忙如果冇節制，再大嘅金山銀山都會食空。阿 B 後嚟收入開始下滑，溫拿樂隊解散之後，佢嘅個人發展雖然都唔錯，但已經冇以前咁風光。但張小偉嘅使錢速度完全冇咁慢過，反而因為習慣咗奢華生活，使費仲越嚟越大，呢個就係婚姻入面最大嘅計時炸彈。當你嘅賺錢能力追唔上佢嘅使錢速度，就係爆煲嘅時候。阿 B 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佢嗰陣時成日要諗點樣揾多啲錢去滿足張小偉嘅使費，壓力大到幾晚瞓唔着。一個男人如果連瞓覺都瞓唔好，你話佢點可能專心做好事業？更加致命嘅係90年代香港炒樓炒到興起張，小偉叫阿 B 借高利貸去大手筆炒樓，佢哋透過財務公司借咗1.54億港幣，一口氣買咗5間半山豪宅。嗰陣時佢哋嘅算盤打得響，覺得樓市會一直升上去，借錢買樓可以賺到笑。點知人算不如天算，1997年金融風暴。一嚟香港樓市一年跌咗75間豪宅，全部變成負資產連本，帶嚟滾到2.5億嘅巨債。你諗下，1.54億嘅貸款，每個月嘅利息都係天文數字，
樓市一跌，佢哋連利息都還唔起，債務就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2.5億，你諗下呢個數字有幾大？阿 B 派去唱歌幾十年嘅身家，一夜之間全部蒸發。2022年佢不得不宣布破產，一個紅極一時嘅巨星被榨乾到連飯都食唔起，要申請破產保護，法庭規定佢每個月嘅生活費有限制，佢連搭的士都要諗過度過呢種滋味，你話有幾難頂？由住半山豪宅到要租住普通單位，由買靚車到要搭巴士，由買衫買鞋唔使睇價錢，到連買包煙都要就住，呢種落差唔係人人頂得住。呢個故事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阿 B 點解會俾張小偉牽住鼻走？點解佢會聽佢嘅話去借高利貸炒樓？呢個就係男人喺婚姻入面最易犯嘅錯，以為愛一個人就係要滿足佢所有要求，以為寵老婆就係佢講乜你都聽。阿 B 後嚟喺訪問入面都承認，佢嗰陣時太愛張小維，愛到失去咗自己嘅判斷力。佢覺得佢講嘅嘢一定有道理，佢嘅決定一定係為咗個家好。結果呢，呢種盲目的愛將佢推落咗萬丈深淵。但四哥，我見得太多真正嘅愛唔係盲目滿足，而係要有分寸、有底線。你連底線都冇，就等於將自己嘅命運交俾人哋。你係一家之主，你係賺錢嗰個，你對錢財嘅決定要有自己嘅主見，唔可以因為愛一個人就放棄晒所有判斷。講真嗰句，張小維嘅奢華習慣唔係一日養成嘅，佢由細到大就係使慣大錢嘅人。阿 B 結婚之前已經知道佢嘅成長背景，令佢覺得使錢係理所當然嘅事，買名牌係生活嘅一部分。但阿 B 以為自己揾到錢就搞得掂，以為自己嘅收入可以一直支撐佢嘅使費。結果呢，當你嘅能力撐唔起佢嘅，狂妄嘅時候，就係災難嘅開始。呢個教訓值得所有男人記住。你娶一個女人之前，一定要睇清楚佢對錢嘅態度。如果佢嘅使錢速度遠遠超過佢嘅賺錢能力，而你又唔打算或者冇能力一直滿足佢，咁你就要諗清楚呢段婚姻會帶你去邊度。一個紅極一時嘅巨星，為咗一個女人搞到破產收場，你話值唔值？如果你都覺得國偶選錯，人會為咗男人大半生，記得即刻點讚同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小雲答話。你跟緊四哥，我哋繼續講落去，講下阿 B 喺人生最絕望嘅時候，點樣遇到佢生命入面最重要嘅女人范光。呢個女人又係點樣幫佢逆風翻盤，由破產邊緣重新企翻起身。呢個故事保證比頭先嗰段更加精彩，更加值得你睇落去。你將會睇到一個真正旺夫嘅女人，佢嘅力量有幾大。好啦，講完張小偉嘅奢華無道，我哋講翻阿 B 點樣由地獄爬翻上嚟。你以為佢破產之後就玩完錯啦？真正嘅好戲由呢度先至開始。人生就係咁，當你以為自己已經去到絕路嘅時候，上天可能會打開另一扇門。當阿 B 背負住2.5億債務俾全世界睇死，連以前嗰啲稱兄道弟嘅酒肉朋友都避之則吉嘅時候，另一個女人走進咗佢嘅生命范光。呢個女人就係改變阿 B 下半生嘅關鍵。范光嘅出現就好似黑暗入面嘅一道光，將阿 B 由絕望嘅深淵拉翻出嚟。嗰陣時范光後生又靚，屋企本身都有啲家底，佢完全可以掉頭走人，唔使你呢個破產嘅男人。你諗下，一個20幾歲嘅女仔有大把選擇，有大把前途，點解要孭住一個破產嘅中年男人？但佢冇走，佢揀咗留低，陪阿 B 一齊面對呢個爛攤子。你話呢種女人係咪世間少有？呢種選擇唔係一時衝動，而係真真正正嘅愛同承諾。真正旺夫嘅女人，第二件事就係睇佢喺男人落難低谷嗰陣，係選擇逃跑定係同甘共苦。范光選擇咗後者，
佢冇被2.5億呢個數字嚇親，冇被破產呢2個字嚇走，反而企喺阿 B 身邊話佢知，我哋一齊捱。呢種態度就係旺夫嘅核心。嗰幾年阿 B 破產，法庭規定佢每個月嘅生活費有限制，連買包煙都要就住，翻藥為咗幫補家計，賣晒自己嘅首飾同名牌手袋。你知唔知嗰種感覺有幾難受？一個女人賣自己心愛嘅嘢，就係為咗幫個男人過渡難關。佢唔止賣自己嘅嘢，仲開咗間星店，專門賣明星二手衫，靠住自己嘅商譽頭腦同人脈，一蚊一蚊咁賺錢，幫阿 B 分擔生活開支同還債。呢個女人佢唔止係賢內助，直頭係阿 B 嘅救命恩人。你諗下，一個男人破產嘅時候，身邊所有人走晒，得佢一個企喺度陪你捱，嗰種感覺唔係用錢可以衡量噶。呢種陪伴比任何財富更加珍貴。反正最聰明嘅地方就係佢從來唔會打擊阿 B 嘅尊嚴。好多女人喺老公落難嗰陣會怨天尤人，會日日黑面，會話你點解咁冇用。但范玲從來冇講過呢啲說話，反而鼓勵阿 B 重新企翻起身去接戲去唱歌，話佢知你得嘅，我信你。佢知道一個男人嘅尊嚴比任何嘢都重要，你打擊佢嘅尊嚴就等於打擊佢嘅生存意志，你撐住佢嘅尊嚴就等於俾佢力量去重新出發。呢個就係第3件事，真正旺夫嘅女人對男人嘅尊嚴同事業係極度尊重嘅，佢唔會因為你跌咗落嚟就睇小你，反而會撐住你，等你覺得自己仲有價值繁壯，幫阿 B 打理財務，幫佢接工作，幫佢規劃未來。佢唔止係一個太太，仲係阿 B 嘅經理人、財務顧問同心理改導師。呢種全方位嘅支持，令阿 B 喺最黑暗嘅日子入面都睇到一絲曙光。喺佢嘅陪伴同操持之下，慢慢企翻起身，開始有公開，開始有收入，開始一步一步還清啲債。呢條路行咗幾年，每一步都係汗水同眼淚換翻嚟嘅。終於去到2006年，阿 B 正式解除咗破產令。呢一日佢等咗4年，又背住2.5億債務到重新企翻起身。呢條路行得幾辛苦，得佢同范講最清楚。破產令解除之後，阿 B 嘅事業慢慢回春，重新賺翻幾千萬身家。佢接拍電影、開演唱會做主持，乜嘢都肯做，乜嘢都做到有聲有色。你知道阿 B 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去報答范江嗎？佢喺國內度為范江國辦咗一場婚禮。呢個男人喺人生最低谷嘅時候，俾呢個女人攬住。喺東山再起嘅時候，佢要用最隆重嘅方式去感謝佢。呢場婚禮唔係為咗做數，而係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最深嘅感激同承諾。你話呢個故事係咪比童話更加動人？同一個男人前後2個女人，一個幾乎毀咗佢成個人生，一個將佢由地獄拉翻上嚟。你話娶邊種女人係咪決定咗一個男人嘅命運？阿 B 用佢嘅親身經歷話俾全世界知，娶錯老婆可以令你一鋪清袋，娶啱老婆可以令你起死回生。你覺得一個男人嘅成功或失敗，妻子佔咗多少原因？或者你身邊有冇呢種陪男人度過低谷嘅好女人？歡迎喺下面留言區話俾四哥知，我每一個留言都會睇你講嘅故事，可能就係下一集我會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好榜樣。我好想聽下你哋嘅經歷，呢啲真實嘅故事比任何理論都更加有說服力。講完阿 B 嘅故事，你可能會問，咁一個真正旺夫嘅女人到底有乜嘢特質？范江呢種女人又係點樣煉成嘅？我遮言見盡廣圈，幾十年風浪，今日就同你總結幾個最關鍵嘅特質，幫你睇清楚乜嘢先至係真正嘅旺夫相。你準備好未？跟住四哥，我話你知。好啦，講完阿 B 同范江嘅故事，你係咪開始諗究竟乜嘢係真正嘅旺夫？
乜嘢先至係敗家？我謝賢活到呢個歲數，見盡港圈幾十年風浪，今日就同你講清楚呢個道理。呢個道理係我用幾十年時間睇過無數嘅人同事先至慢慢領悟出嚟嘅。所謂旺夫同敗家根本就唔係乜嘢封建迷信，亦都唔係單靠睇面相就睇得出，而係睇呢個女人嘅性格、財商、同情商。你娶一個女人翻嚟，佢嘅思維方式同行為模式就會決定你成頭家嘅命運。一個女人嘅金錢觀決定咗你嘅財富係積累定係流失。一個女人嘅逆境態度決定咗你哋嘅家庭喺困難嘅時候係團結定係散開。一個女人對男人尊嚴嘅態度決定咗你嘅事業係越做越大定係越做越縮。我歸納咗3件事，你睇下係咪咁嘅道理？第一件事係對錢財同光芒嘅態度。敗家嘅女人把男人當成無限量嘅提款機，只有光芒冇節制。張小偉就係最經典嘅例子，凡可以唔食衫，唔可以唔買，買衫買鞋成雙翻。阿 B 揾幾多都唔夠過佢，使結果呢，搞到要借高利貸炒樓，一鋪清袋。佢嘅奢華習慣唔止害咗阿 B， 仲害咗佢自己。相反，旺夫嘅女人好似樊綱咁，佢識得理財規劃，識得量入為出。喺阿 B 破產嗰陣賣首飾幫補家計，開星店賺錢還債，一步一步將個家由地獄拉翻上嚟。你話呢個分別有幾大？一個可以將你嘅財富由有變冇，一個可以將你嘅財富由冇變有。呢個差距就係命運嘅差距。第二件事係對逆境同低谷嘅態度。敗家嘅女人順境嗰陣識得享福，但一遇到逆境就即刻落井下石，甚至走佬。你睇張小維阿 B 破產之後，佢有冇陪佢過？佢繼續過佢嘅奢華生活，繼續買名牌，繼續將所有責任推俾阿 B。佢仲喺媒體面前話阿 B 投資失敗係佢自己嘅問題，同佢無關。呢種態度你話傷唔傷人？但旺夫嘅女人好似樊綱咁低谷嗰陣，不離不棄陪你一齊捱，一齊還債，一齊由零開始。呢種態度先至係真正嘅旺夫。佢唔止係陪你捱，佢仲會撐住你，等你覺得自己唔係孤軍作戰。第三件事係對男人尊嚴同事業嘅態度。敗家嘅女人會消耗男人嘅氣運同尊嚴，佢哋會嫌你賺得少，會怨你冇用，會喺你落難嗰陣踩多你一腳，等你覺得自己一文不值。呢種心理打擊比財富嘅損失更加致命，因為當一個男人覺得自己冇用嘅時候，佢就真係會變成冇用。但旺夫嘅女人會成就男人嘅志意同格局。樊綱從來冇打擊過阿 B 嘅尊嚴，反而鼓勵佢重新企翻起身，話佢知你得嘅，我信你。呢種信任同支持就係男人東山再起嘅最大動力。一個男人即使輸到乜都冇，只要身邊仲有人信佢，佢就有勇氣重新開始。所以話一個女人旺唔旺夫，唔係睇佢個鼻夠唔夠高，耳珠夠唔夠大，而係睇佢呢3件事。你娶一個女人翻嚟，佢嘅金錢觀，佢面對困難嘅態度，佢點樣對待你嘅尊嚴，呢啲嘢先至決定你成個人生嘅走向。呢啲嘢比任何面相，比任何風水都更加重要。你娶嘅係一個人，唔係一個風水陣。一個人嘅品格同思維先至係決定命運嘅關鍵。我謝賢活咗大半世，睇過太多男人因為娶錯女人而搞到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又睇過太多男人因為娶啱女人，就算跌到落谷底都有人撐住佢，最終東山再起。呢個教訓係用無數人嘅眼淚同教訓換翻嚟㗎。所以我要同所有男人講一句真心話，你呢一世最大嘅投資唔係買股票，唔係買樓，而係娶一個點樣嘅女人。娶錯一個女人，毀掉嘅唔單止係你自己嘅半生財富，仲有你嘅家庭同事業，甚至你嘅下一代都會受影響。
但娶對一個女人，就算你跌到泥潭裏面，佢都可以將你拉返上嚟，旺你3代。你話呢個道理值唔值得你認真諗下？如果你而家仲未結婚，你就要大眼識人，唔好淨係睇外表。如果你已經結咗婚，你就要珍惜身邊嗰個肯陪你捱嘅女人，唔好辜負佢。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未睇清楚呢個道理，你就將呢條片分享俾佢，等佢都可以醒過。如果男人係一間公司嘅 CEO， 咁女人就係呢間公司嘅 CFO。CEO 負責賺錢， CFO 負責理財同首要。一個好嘅 CFO 會幫你控制成本，做好風險管理，規劃未來。一個差嘅 CFO 會將公司嘅錢全部使晒，仲要借埋大耳窿，最後搞到公司破產收場。你話你間公司請邊種 CFO， 係咪決定咗你間公司嘅命運？阿 B 嘅故事就係最活生生嘅例子。第一個 CFO 搞到佢破產，第二個 CFO 幫佢東山再起。所以硬拗呢回事真係要帶眼識人，唔好淨係睇外表，唔好淨係睇佢着得靚唔靚，出身好唔好。你要睇嘅係佢對錢嘅態度，佢面對困難嘅反應，佢點樣對待你嘅尊嚴，呢啲嘢先至係真正嘅旺夫相。你揀一個女人就係揀一個人生拍檔，你唔會想揀一個會將你拉落心門嘅拍檔，你只會想揀一個會同你一齊打棒、一齊成長嘅拍檔。如果你都覺得四哥今日呢番警世言講中咗你嘅心聲，記得幫手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嘅男同胞同朋友。你一個分享可能就救咗一個家庭，救咗一個男人嘅下半生。撳埋訂閱同小人彈，我會繼續喺度同大家講老江湖嘅處世智慧，講點樣睇人，點樣揀人，點樣守住自己嘅財富同家庭。我哋呢個頻道專門講呢啲用錢都買唔到嘅人生智慧，你唔訂閱就走寶。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記住四哥同你講嘅說話，娶錯老婆毀你3代，娶啱老婆旺你3代。你揀個人真係要睇清楚，呢句說話唔係我亂講噶，係用幾十年嘅江湖經驗換翻嚟嘅教訓。你聽得入耳，你就係贏家。你當耳邊風，將來後悔嗰個一定係你自己。我哋下期再見，保重。